咖啡因，敵人定朋友？你好，今日我哋會討論咖啡因，一種喺咖啡、茶、能量飲品同某啲藥物入面都有嘅興奮劑。咖啡因對健康有正面同負面嘅影響，所以我哋會一齊探討下。今日我哋會用5分鐘了解咖啡因的健康益處同風險，學習適量攝取咖啡因，識別咖啡因對不同人群的影響，同埋掌握選擇低糖低脂飲品的方法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咖啡因嘅好處。研究指出，適量嘅咖啡因攝入可能會降低某啲疾病嘅風險，包括帕金森病同2型糖尿病。一般建議大部分成年人每日攝取約400毫克咖啡因，即係大概2杯200毫升的黑咖啡或茶。不過，適量食係重點。雖然有啲人可以好好咁耐受咖啡因，但係有啲人可能會出現抖動、心率增加同焦慮等副作用。攝取大量咖啡因，尤其係喺夜晚時候，會破壞睡眠模式，導致失眠同疲勞。如果出現不適，應考慮減少攝取。2. 飲品選擇。含咖啡因飲品應選擇無糖或低糖的飲品，避免過量攝取含糖能量飲品。3. 孕婦的咖啡因攝取。孕婦於懷孕期間應減少咖啡因攝取，如有需要，應按個人需求向醫療專業人士諮詢。4. 選擇健康飲品。揀含咖啡因嘅飲品嗰陣，揀啲添加糖同脂肪最少嘅飲品，黑咖啡同無糖茶都係好選擇。而含糖嘅能量飲品同有味嘅咖啡會令到卡路里攝入過多。總結而言，適量攝取咖啡因或有助於健康。喺選擇咖啡因飲品嘅時候，要記得低糖低脂嘅飲品係比較健康嘅選擇。飲用咖啡因飲品要注意個人身體反應，從而調整攝取量啊。如果需要協助，記得揾醫護人員啊。祝身體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